主啊，2025年9月13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记社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第8章第10到18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以西结书第8章。第6年6月初5，我坐伫厝内。犹大的众长老坐伫我的面前，即关上主的气力充满我。我观看的时，看见一个亲像人的形象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，腰顶悬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。伊伸出一支亲像人的手，扣我的头毛，伊的神甲我举悬到空中，伫异象中，伊的神带我去耶路撒冷圣殿内庭的北门口。伫遐有一个座位，顶面坐惹上帝受气的偶像。伫遐我看见以色列上帝的荣光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相款。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看北边。”我就举头往北看，看见祭坛门的北边，伫入口有一仙惹上帝受气的偶像。上帝阁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以色列人伫遮在做甚物？因伫遮做极通厌恶的代志。”逼我离开我的圣所远远。毋过，你会阁看见比这阁较通厌恶的事。伊带我去外庭的入口，我一个看，墙壁有一孔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甲墙壁乌窗架。”我一个乌窗架，就看见有一个门。伊甲我讲：“入去，看因伫内面所做通厌恶的歹事。”我就入去看，我看见四面的墙壁刻逐款伫涂骹得蛇的画面，甲通厌恶的走兽，嘛有以色列人拜的偶像。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徛伫遐个像的头前，沙番的囝亚撒尼亚嘛伫遐，因逐个人手捧香炉，香的烟冲悬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到以色列的长老，因逐个人暗中伫充满偶像的房间在做甚物？”因讲：“上主看袂着阮，伊已经弃杀即块土地。”上主阁甲我讲：“你会阁看见因做真可恶的歹事。”然后，伊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北门，伫遐有一阵妇女坐地，为大牧师神明祈求。上主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无？你要看见比这搁较通厌恶的歹事。”伊阁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内庭，伫圣殿的门口，伫祭坛甲走廊的中间，大约有25个人，骹只往圣殿面往东边拜日头。上主甲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无？你看，犹太人伫遮所做通厌恶的歹事，检视小可。因伫全国逐所在做强暴的事，一再激我受气。因阁举手机拄往鼻仔，用安尼侮辱我。所以我要对因发大受气，无要可怜因，嘛无要疼惜因，就是讲因伫我的耳孔边大声呼求，我嘛毋听。记社的上帝。以西结虽然身踮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，
但是伊伫异象中受上帝的神抓悬到耶路撒冷。以色列神游耶路撒冷，看见以色列人竟然踮圣殿内面拜偶像，才明白上帝为虾米安尼严厉刑罚耶路撒冷，因为满城有画的偶像，搁凸显人亵渎着迄分别为圣，用来敬拜上帝的圣殿。在当时，圣殿内面竟然有人进行膜拜偶像的活动，无人禁止。妇女拜休眠之神达摩斯，参与伫有画不洁的仪式，也有人陪往内院，毋知见笑伫拜迄天曝光的日头。上帝互先知看见这个邪恶的代志，互伊通往伫巴比伦新生代的以色列人见证上帝的刑罚是公义的。这异象显示，以色列人无论过去和现在拢犯罪，满城的偶像崇拜仪式、荒淫、愚妄，惹动上帝记下的大受气，所以受掠异邦实为必然。但咱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代搁较复杂甲混乱，基督徒所面对的情况搁较严峻。首当其冲的是新世纪运动的思想混入教会，用似是而非的白贼话混乱真理，对基督徒的信仰造成极大挑战。现今教会流行的成功神学，就来自新世纪运动的思想，相信万有就是上帝，万物包括人拢有神性，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，拥有用话语控制灵界甲物质界的能力。相信通过心灵意志甲宇宙合一，通治疗身心疾病。相信意志力会当改变际遇，改变命运。利用通灵交鬼，也是灵异治疗，却讲做是内在医治。这个不过是利用吸引力法则对精神世界的控制，企图掌控物质世界。错误的神学，互人相信家己是神圣的，只要积极宣告，就会当获得权力甲财富，互身躯健康，搁提升生活。伊也误导人相信，宣告者有权柄对圣经中自由地选择上要爱的应允，就会当凭着信心领受。伊互人掠做疾病和散车是背离上帝美好心意的咒诅，但是只要有信心宣告，就当扭曲命运，迈入丰盛人生。值得反思的是，真侪渴望成长的教会，甲这种错误观念掺混在教导中，竟然吸引大批较无蒙福的人进入教会。总是圣经故事的主角始终是上帝，毋是人。伊才是唯一着受敬拜、尊崇的对象。因为咱生命的气息在伫上帝，所以爱感谢伊的供应、怜悯、施恩甲赦罪。伊才是掌管咱性命主权的主。还会记得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，魔鬼的最后一个试探无？若基督徒通因为吸引力法则远离浩瀚和旷野的试炼，那呢就袂有互人痛苦的十字架，伊只会诚侪成功胜利人生的装踏品拿定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受到成功神学的吸引，离弃耶稣的十字架，去崇拜人的手所造的偶像？我是毋是受到成功神学的吸引，离弃耶稣的十字架，
去崇拜人的手所造的偶像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使得的唯一救赎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救赎的福音。求你使智慧帮助我，心思明辨真理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